廖玉祥上来算视讯，你即马讲啊？那是讲啊什么呀？啊，廖玉祥。话会使食啦，饭袂使啥也白讲啊。你即马是咧讲啊喂？啊，廖玉祥进来双视讯啦。我再邀你最后一次，如果你没有进来双视讯，讲清楚说明白，啊你有拍谁啊？哦，啊你有拍谁啊？即马是咧讲啥话？按确认，谢谢。你没有进来双视讯，讲清楚说明白。哦，自己看着办了。哎呀，我送你一张，我会送你一张，叫你来到案说明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不会封锁你的。哎呀，我不会去封锁你的。来，你按拒绝，你不按确认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播留着。来，580几位朋友，粉丝团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，直播晚一点开。来，拜拜。